弟兄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3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2节，哈巴谷書第3章第2节到13节，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敬畏。关于这个对上帝的敬畏，有一寡较保守的兄弟姊妹会认为讲这个翻译不好，因为因讲上帝毋是要互惊，但是这种的讲法其实是无正确的。哈巴谷书第3章第2节内底一句台语翻译做惊吓，中文现代译本翻译做敬畏，在英语的 NIV 翻译做 F 在迄个King James 新的 King James 翻译做 afraid 害怕啦这个字希伯来文原来意思是这个亚类的，会当翻译做 afraid 还是 fear。当然，上帝毋是要互世间人来惊伊，惊到你要死安尼但是人必须爱对上帝有所惊吓，才会当到伫迄个敬畏、敬拜上帝的程度。咱袂当连上帝拢毋惊，亲像这个比勒多亲像这个祭司长同款因只有惊人、惊人群，却毋惊上帝，失去迄个敬畏上帝的心。哈巴谷书第3章第2节到13节提到着：上主啊，我听到你的名声，甲你所做就惊吓。上帝啊，求你伫阮的世代，互阮去看见你伟大的作为。伫你大受气的时，求你会记得怜悯阮。上帝对提阮来，神圣的上帝对巴兰山落来，伊的阳光看满天，称赞伊的声充满全地。伊的灿烂亲像日光，伊的手掌真有气力，对遐射出死力，瘟疫行到伫伊的头前，疾病对伊行伫伊的后面。伊徛地，大地就震动；伊一个看，列邦就皮皮出。万年的大山放落来，千古的小山沉落去。上帝所行所做永远无改变。我看到高山的布边受拆毁，米甸人住的所在受毁坏。上帝啊，你骑马坐伫乘的战车来，检视对客发受记，对江河起圣地，对海洋发大受记。你的经拢扬出来，钱嘛已经按好势。你用江河分开大地，山岭看到你惊吓，大水冲过，深淹出大声，大涌冲悬，你的钱写出来。你的手炎炎湿，日甲月线停伫原位。你发受气遍行全地，你大受气吞达列国。你出来要解救你的子民，拯救你所选立的王。你拆毁歹人的厝顶，拆到连地基拢陷落。心存敬畏的心，才会愿意降服伫上帝。
若无就会亲像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同款，伊的眼中只有看重金钱。就算是看到玛利亚这么虔诚的敬拜耶稣基督，伊却只有关心金钱浪费。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11节，半过节的6日前，耶稣去伯大尼，就是耶稣和迄个对4个碗的纳撒路住的所在。有人伫遐为着耶稣准备暗顿、马大一交代。纳撒路甲耶稣共得的一个。玛利亚摕一罐纯的高贵的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，佮用家己的头毛甲伊拭，油会香味，互规间厝来香光光。耶稣一个门徒，就是后来出来为耶稣的迄个以斯加略的犹大讲。那毋摕即个香油去卖300个银仔来真济善车人，伊安尼讲，毋是因为伊关心善车人，是因为伊是一个贼，佮常常偷摕伊的管理的公款。耶稣讲，毋通甲伊当，即个香油是伊为着我埋葬的日准备的。不时有善车人甲恁做伙，不过我袂不时甲恁做伙。有一大群人听到耶稣伫伯大尼就去遐，因毋若为着要看耶稣，嘛想要看耶稣互伊对4个碗迄个纳撒路，所以才会这市长假无连纳撒路也甲伊害死。因为有真济犹太人为着纳撒路的缘故离开因去信耶稣，心有敬畏，对主耶稣基督存着坚强的心，安尼人才愿意奉献家己以及家己原本看做真贵重的一切。如果迄个为了耶稣膏偌贵人香膏的同款，亲像上帝是主爱人民，佮有温柔的上帝，但是人必须爱存着敬畏的心，才会尊主做同，愿意高举基督。诗篇51篇第1节到13节。上帝啊，你的听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你有丰盛的主爱，求你撤销我的罪过，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，洗净我的罪恶。我知影家己的过失，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的目睭前。我有得罪你，我得罪的是你。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，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，受你责罚是应该。我的舞台就有罪，出世迄日就是罪人。你以爱是内心诚实，求你教示我，互我的心内有真正的智慧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，求你甲我洗清气，互我比洗较白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拍碎的骨头，搁再欢喜快乐。求你面越走无看我的罪，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为了我创造纯洁的心。求你赏赐我新佮忠诚的心灵，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，毋通对我收回你性的心。
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，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犯过失的人，互罪人通归向你。主啊，阮知你是温柔佮满有怜悯的上帝，你用超越的疼来疼阮，甚至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，正做阮的救主。求主帮助阮，会当时时刻刻存着敬畏的心，教导阮谦卑听主，也愿意将做主的仆人，听人亲像家己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